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多勞多得，星期一至星期七。多勞 Good 多得。 morning, madam。 Come on, let me think。係啊，準備到戲肉㗎啦。嚟 ，1、2、3、4。水水只有媽媽好，有媽嘅孩子就快樂。 Good。咩就咁早嘅？係咪 mission 啊？我同大家講幾句。嚟，打起4分精神。有嘢宣佈咧。距離期末 testing 仲有2 weeks，呢個 project 關乎公司階段性核心 assessment， 直接同董事局後續財政撥款掛鈎，所以絕對唔可以有半點鬆懈。Yes, madam。從而家開始取消一切休假。天尾 Hit 精英同埋蛋仔 party 呢兩跨人先放一放，全力主攻閱讀理解。咁3個週呢？啲客戶等我嚟分。咦？乜你換咗新手機咩？舊嗰部賣咗俾轉轉啊？肯定啦，9部 iPhone 15 Pro 我仲賣到4100幾蚊，我做晒對比㗎啦。佢哋價格確實係好公道，比我問嘅其他回收店都要高，而且比起四圍到處去問價格，轉轉更加適合我哋啲想買二手有嫌麻煩嘅人。總之聽我講嘅，如果你有手機、平板、筆記本同埋奢侈品想買嘅話，我推薦轉轉。Good job。天 B 近段時間先唔好同 Elsa 公主有任何 contact，我擔心會走漏風聲，影響成個項目進度。Yes sir。 Attention， 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。God bless you。 Yes, madam。 Dismiss。你留低。你手上嗰台先3000零蚊，仲有1000蚊喺邊度？咁我翻出去做嘢先啦。仲有3個州嗰個客人，我跟。